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28。人才之成就者，具内因，必依外援之助耳。无惑之邦，独木何妨？顽石美玉，一亦惑之精雕，而绚丽之道，理法如是。一个人具备了真才实学，仅仅是具备了成为人才的内因，不过是一个基础而已。如果没有外因的辅助，他是绝不可能成才的，是不会对人类有益的。因此，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首先要知道，一个人才的成功，具备内因只是单方面，还得具备外援的帮助。正如一根再好的木头，也必须要经过工匠的处理，并与很多料配搭起来，才能建筑高楼大厦。又如一块璞玉，即便它是一块很好的玉石，但若不拿给高级工艺师去精雕细琢，把它做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，它最终还是顽石一块，是没有一点用处的。这就是财力之真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